中壢油行上青動有致癌物質的油品料理市面，和民眾是真不安。消署是有設一個網站，和民眾來查有問題油品。另外，外界嘛質疑講，中壢4月就接到通知，那6月才通報消署。今仔解破新聞，咱就要請吳興模為咱來解破這關鍵的時間點。是主播，咱來看規個事件。4月初8到4月初10，中壢油脂是甲1300噸的沙拉油出貨予福茂、福壽甲泰山這3間公司。4月13，中壢是有送 SGS 檢驗原料甲產品，這個結果是有符合法規的標準。不過4月下旬下游的業者南橋因自主檢驗所發現講，一級的致癌物苯偏比超標。也6月11，福壽是趕緊通知中壢，中壢接到通知，佇咧6月16到6月25甲4月初9出貨的這個老樣送去到愛之味甲 SGS 來檢驗，也這個結果是攏確定講苯偏比超標。中壢佇咧6月30報主管機關，也就是消署，也消署佇咧7月初1就要求中壢愛暫停製作沙拉油。隨後愛甲問題的產品落市面，到預防性落價。7月初6進前，問題油若是用超過20趴加工品，攏袂使閣賣。也今仔日消署會公布第一批受影響的產品這個名單出來。不過規個事件對4月出貨，到講驗到苯偏比超標，到即馬是要3個月，中壢就去互質疑啊，是毋是有暗藏的問題？消署的署長強志講出來說明，講這批有問題的油是佇咧4月做出來，絕對無南橋早就佇咧4月發現這件代誌。南橋是佇咧5月自主檢驗，也來發現講這個苯偏比超標，也來通知中壢，確定講這個檢驗的結果有問題。中壢佇咧6月30來通報。不過啊，對於6月11福壽通知中壢，也中壢才佇咧6月25送 SGS 檢驗。另外，閣有通報時間，敢有延遲咧？這個強制公司表示講會積極來調查，來追究責任。另外，未來這黃豆的進口會逐船逐批來檢驗原料，也賣要求業者愛加強驗收，落實自主通報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聞，甲時間交轉給主播。